加拿大國家電視台將舉辦第13屆海外春晚新聞發佈會。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加拿大公布新一輪制裁俄國行動。全球最大假日列車開始巡迴演出。安省搗破運毒網絡，檢46萬劑次芬太尼。特朗普警告，若裁定關稅無效，需償還20萬億美元。佘志剛從泰國引渡回中國，涉案金額超27億元人民幣。廣東佛山迎嚟首個中小學秋假。大家好，歡迎收睇加拿大中文電視台粵語新聞，我係歐陽琪琪。今日係11月13號星期四，下面一齊嚟關注新聞嘅詳細內容。加拿大國家電視台海外春晚組委會宣布，第13屆海外春晚將喺2026年2月16號隆重登場，並喺本月18號舉行新聞發佈會。據悉，呢場盛會將係疫情之後嘅第一次超規格陣容重返 Sony Centre 嘅海外春晚。呢個亦將會成為加拿大國家電視台2026年開年活動嘅重頭戲。本屆海外春晚意義非凡，旨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同白求恩誕辰120週年，傳遞和平同友誼嘅精神。經過海外春晚組委會審議，晚會將特別推出白求恩紀念勳章，以紀念喺戰火中無私奉獻嘅白求恩精神，表彰喺推動和平、慈善同國際友誼方面有卓越貢獻嘅人士。同時將評選出10大傑出加拿大華人企業家、10大傑出留學生代表，以及10大最受歡迎嘅5星餐廳。同時晚會將邀請加拿大政要參與，屆時20位市長將莅臨晚會現場。本次晚會嘅盛況將超過往屆嘅3500名觀眾同1200名演職人員。除咗加拿大本地藝術家之外，仲有嚟自中國嘅藝術家、表演團體，更有當紅明星助陣。組委會仲透露，整場晚會將會被製作成紀錄片，正申請永久收藏於中國國家檔案館，以紀念人類反戰歷史嘅寶貴篇章。主辦方希望通過今次嘅文化盛典，令世界各地嘅華人銘記歷史、反對戰爭，共同守護和平。一連2日嘅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喺安省尼亞加拉地區舉行。加拿大公布針對俄羅斯嘅新一輪制裁行動。加拿大外長阿南德喺會前同應邀參與會議嘅烏克蘭外長西比哈一齊見記者。阿南德公布新嘅制裁名單，包括13名個人同11個實體，當中包括參與發展俄羅斯無人機計劃嘅研發同部署。制裁亦涉及到對烏克蘭網絡攻擊提供網絡基礎設施嘅實體。阿南德表示，新制裁行動係要表明加拿大採取堅決行動，以及發出明確信息，任何支援俄羅斯戰爭嘅都要面對後果。烏克蘭外長西比哈表示，感謝加拿大以及七國集團對烏克蘭嘅支援。每年冬天，一列掛滿彩燈、充滿節日氣氛嘅火車都會穿越美國同加拿大嘅多個地區，而今年亦唔例外。CPKC 節日列車將會從11月19號持續到12月21號，沿途喺多個城市停靠，舉行現場表演，並為當地食物銀行籌款以及捐款。CPKC 假日列車每年冬季巡迴於加拿大同美國沿線社區，通過音樂、燈光同公益結合嘅方式，傳遞節日喜悅同關懷。活動所得嘅善款同埋食品，全部會捐贈俾當地食物銀行，用於支持有需要嘅家庭。喺每一站，假日列車都會變身為一座流動舞台，專業音樂人將會喺繽紛燈飾裝點嘅列車上進行免費嘅現場演出。CPKC 將向當地食物銀行捐款，並鼓勵到場嘅觀眾捐贈現金或者係健康食品，共同支持社區嘅糧食援助工作。安省省警同溫莎市警方展開掃毒行動，檢獲歷嚟最多芬太尼，搗破一個運毒網絡。行動中，警方檢獲46公斤懷疑芬太尼，數量係省警史上最多。警方亦檢獲3.4公斤懷疑可卡因、1公斤懷疑可樂因、多種藥物、槍械以及17萬元現金等。
警方估值有關毒品黑市價值大約650萬元。警方又表示，檢獲嘅芬太尼喺街頭大約等於46萬劑次，足以危害一個中等城市人口嘅生命。又表示呢啲芬太尼被混入到其他物質，增加對人體風險。事件中有2人被控多項控罪，當局仍喺度追查芬太尼嘅源頭。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警告，如果最高法院裁定佢依據國際經濟緊急權力法對多國徵收關稅嘅措施無效，將會對美國造成經濟同政治雙重災難，甚至需要償還超過20萬億美元嘅關稅收入以及相關嘅投資。特朗普表示，現行關稅政策已為美國帶嚟巨額嘅收益，並承諾等債務減少之後，政府將向每名國民發放2000美元嘅紅利，但高收入者除外。佢強調，如果法院最終裁定其動用經濟緊急權力法徵收關稅嘅行為違法，所造成嘅後果將遠超外界預期，遠不止退還2萬億美元，而係20萬億。特朗普批評部分人士故意低估潛在代價，試圖令法院誤以為美國能夠輕易擺脫困局。目前最高法院尚未公布判決時間。跨境賭博10大逃犯之一，緬甸妙瓦底亞太新城賭詐犯罪集團主犯佘志剛被成功從泰國引渡回中國，涉案金額超過27億元人民幣。全球最大電詐員緬甸妙瓦底亞太城創辦人佘志剛喺泰國被關押，早前法院裁定可以引渡回中國受審。佘志剛喺泰國警方嘅押送下抵達曼谷機場，正式引渡回中國。12號晚，佘志剛被中國公安由泰國抵押至江蘇南京祿口機場。根據央視報導，12號晚，江蘇鎮江市民警向佘志剛宣讀警戒，正式以涉嫌賭詐逮捕。43歲嘅佘志剛係緬甸 KK 園區幕後金主之一。2013年以嚟，涉嫌喺緬甸經營200多個非法線上賭場。2017年9月喺緬甸妙瓦底建設泰新城園區，吸引全國33萬人參與網絡賭博，涉案金額超27億元人民幣。11月12號到14號，中國廣東佛山迎嚟首個中小學秋假。作為廣東首個喺全市範圍試點中小學春秋假制度嘅城市，佛山此舉喺落實雙減政策要求嘅同時，亦都為旅遊消費市場注入咗新動力。今年8月，佛山官宣將試點中小學春秋假，引起咗社會嘅持續熱議。作為全省首個喺全市範圍試點中小學春秋假制度嘅城市，佛山將本學年嘅秋假安排喺11月12號到14號，共3日。如果同前後週末相連，可以形成5天嘅假期。春假安排喺五一假期前後，共2日。有旅遊平台數據顯示，秋假期間從佛山出發嘅機票預訂量同比增長2倍多。旅行社嘅秋假主題產品熱銷，部分線路收客量更係實現翻倍。秋假嘅出現正催生出一個錯峰出遊嘅新風口。最後一齊嚟關注天氣。多倫多多雲0到7度，溫哥華多雲7到10度，蒙特利爾多雲零下2度到2度。卡加利多雲，零下4度到5度；渥太華晴間多雲，零下3度到3度；洛杉磯大雨，15度到18度；紐約晴間多雲，3度到8度；芝加哥晴間多雲，11度到14度；休斯敦天晴，17度到27度；邁阿密天晴，21度到27度；北京天晴，1度到16度。香港天晴，18度到24度；巴黎多雲有陣雨，9到18度；倫敦多雲有陣雨，10到13度；悉尼晴間多雲，18到22度。今日嘅新聞已經報道完畢，多謝大家嘅收睇，再會。